学历不代表有能力了，有的学历很高了，他是博士，他是硕士，但是不代表你有能力啊。有的学问读高等教育，受很完整的教育训练，但是他对于人情世故不懂啊，经常出麻烦，讲一句话都得罪了，跟人家结恶缘了。所以你学历虽然很好，但是不代表你有能力啊。一个有能力的人做事是圆融的，不会跟人家结恶缘的。所以你的学历不代表有能力，文凭不代表你有文化呀。你文凭拿到哦，我是博士，我是硕士，看起来好像很了不起，我们很欣赏他，很羡慕他，但是他不见得有文化，是吧？生活水平很糟糕啊，不懂礼貌啊，讲话没有修养啊，做事很粗鲁啊，外表都是应付的，没有脚踏实地去做事，所以他没有文化呀。人家交代的事情应付随随便便。我们文化的什么，就是能够自我要求，我懂得应该有始有终，做事要脚踏实地啊。这个人讲话出口就非常有礼貌，懂得尊重对方，懂得包容对方。各位，这就有文化的人。你文凭很高，但不代表有文化呀。你没听懂吗？昨天怎么样不重要，昨天做的事情，你看过去心都不可得了。昨天怎么样，你一再的重复啊、强调啊、再说明啊，那个不重要的呀。过去已经过去了，昨天如何，你怎么伟大，你怎么表现的杰出，这个不重要。关键是今天做了什么。你今天做了，不要伤天害理，不要违背良心。我们的道德没有亏损，你今天做了什么，这才重要。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把握当下，那么你的日子会过得很充实，非常的充实。如果你有这个生活概念，那你往后就自然不会为这些很繁琐的事情来困扰。昨天怎么样我不重要啊，关键是今天我一定要实实在在的做事，要实实在在的讲话啊，实实在在与人相处，各位对不对？这个才重要。以上这简单跟各位大家报告，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多念佛。师父我拿一个印光大师所讲的话来跟各位大家结个缘好，你们那一张收起来。